美玲，而家我係喺中環天星碼頭的士站呢度㗎。咁我哋可以睇到呢，雖然罷駛行動啱啱喺6點鐘係結束咗，但係嚟呢度嘅的士仍然係好疏落。不過喺呢度等候嘅人亦都唔係好多，因為好多市民都知道今日嘅罷駛行動，所以係改搭咗其他嘅交通工具。但係有啲人呢，因為佢哋去嘅地方一定係要的士先至去到，同埋有一啲外國嘅遊客，由於唔知道有罷駛嘅行動，同埋由於對香港亦都唔熟悉，所以係繼續喺呢度等落去。不過佢哋相信呢，遲下啲的士就會多返㗎。而喺較早前呢，我哋去過多個比較需要的士服務嘅地方，發覺啲的士係少咗好多，而市民亦都有唔少嘅投訴。我哋聽下何傑山嘅報導。由於預料喺機場會有好多遊客或者啱啱返嚟香港嘅市民唔知道有罷駛事件，喺晏晝2點鐘開始，民航處每隔10分鐘透過廣播提醒旅客的士罷駛。各位到港旅客請注意，由於受到的士罷駛影響，的士暫停服務，請盡量使用機場巴士離開機場。多謝各位。而香港旅遊協會亦都喺機場設置一個櫃台，專門解答遊客嘅問題，同埋指導佢哋搭其他交通工具。機場方面估計喺2點到6點期間會有12000旅客抵港。雖然有好多人坐其他交通工具，我哋都見到唔少旅客喺度等的士。佢哋話大概等到20分鐘先至有車。不過有啲司機就乘機向乘客濫收車資，要俾額外嘅錢先至肯開車。稍微收多了一些。原先要幾多錢？我來的時候到那個 City Garden 的話，我付了62港幣，但是現在回去的他要我100。至於紅磡火車站方面就冇特別安排，好多剛抵埗旅客唔知道的士罷駛，仍然等緊的士。只係聽下聽過咯，唔知係今日，唔知係呢個時候咯。咁你而家仲會唔會排隊啊？我企咗陣，我唔等㗎啦。而喺伊利沙伯醫院，好多人排隊等的士，其中一個坐輪椅嘅阿嬸就等咗9個字。當然有影響啊，跟住都怕凍啊，都揾塊布嚟到冚啦。啊！等車等到凍。冇辦法啦，你都冇車。而喺較早前呢，運輸署為咗應付呢次嘅罷駛行動，係採取咗好多特別嘅措施嚟到疏導市民㗎。而啲市民因為知道有罷駛嘅行動，亦都係改搭巴士或者係其他嘅交通工具。由袁建國報導。為咗應付的士罷駛期間市民對交通工具嘅額外需求，運輸署安排咗多項特別嘅交通措施，主要係補足一啲的士需求特別多嘅地方。例如，除咗加密原本來往機場嘅3條通天巴士班次之外，九巴仲特別加開咗2條臨時巴士線，來往機場同太子以及九龍塘嘅地鐵站。不過我哋見到使用呢啲特別交通安排嘅市民同埋遊客呢係並唔多㗎。機場高級公關主任陳正森話，由於巴士公司加密咗班次，加上部分旅客係跟團嚟香港嘅，所以影響並唔大。就到而家為止呢個情況都係相當好，啲旅客方面呢，亦都好容易係可以搭到巴士，就唔需要等太耐。另外，地鐵亦都喺金鐘站開始一條免費嘅巴士線去麥當勞道同堅尼地道，而由金鐘去南區嘅多條城巴巴士線呢，亦都全日行駛。九巴亦都因應需求加密咗部分巴士線嘅班次。而我哋喺彌敦道沿途見到，下晝等巴士嘅人係比平日多嘅，但係咧就並冇出現混亂嘅情況。